老伴儿啊，今儿想吃点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咱有那个羊排和牛排，你说吃哪个吧？有点意思。嘿嘿，啊，哎，开门，老婆子。哎，干啥？不要吃牛排了。哎呀，你咋都拿回来了呢？那这小的就够吃了。那行，今儿咱就弄个血煮牛排。哎呀，这是好东西啊。那你这玩意儿泡上更好。这是灵芝，这个是人参，这是个鹿鞭，这是个锁阳，这泡酒老好了。哎呀，这进去来，这锁阳，鼓掌啊，这撅一下子。哎呀哎呀，漂不漂亮？哎呀，忘一样东西。3分泡菜7分酒，这大雪纷飞的天气，咱们就整点得劲儿。我特别喜欢这九江双蒸原浆六，纯粮的米香，还有年份呢，这正对我胃口。这个简直是就为我泡酒量身定做的。这个好啊。你闻闻，打开满屋清香。这个起码也得泡上一段时间。有了这原浆六，岁数大了，酒喝杂了，你泡点这滋补，调理调理自己，喝就完了。行啊，你泡完了，你赶紧把牛排煮上吧。行，把盖压。挺需要一把盐。哎，盖上锅盖，请等好菜。出锅了。哎呀，得劲儿啊！韭菜花行。哎呀，我这小酒热乎了，烂不烂乎？烂乎，不香啊。来吧，整点吧。这大晚上的，我跟你说，到点你就得喝，这下酒花浓厚。凑一把，我看我能不能凑了吧。头来，来，煮一把力。这牛肉好吃。你那酒得泡多长时间？时间越长越好。但是要想喝的急呀，1个月就可以喝。你别整啊，没整泡好呢，你把酒再喝没喝？没事。有想吃牛羊肉的吗？想吃牛羊肉的，你就来草原，干巴叔在草原等你。